Hello，各位街坊，我哋今日所在嘅呢個樓盤呢，就係中山坦洲天花板之一嘅佳景康城啦。首先講翻個重點，就係呢個樓盤呢，目前喺我哋公司成交已經可以做到10萬蚊嘅一個回佣方案噶啦。對於呢個樓盤有興趣，但係又仲未出手嘅朋友，就可以睇翻我呢條片之後再做翻個決定嘅。咁佳景康城之所以會被稱之為中山坦洲天花板呢，第一點就係佢嘅地理位置啦，就喺珠海市區隔離，去港珠澳大橋呢，大概係3到4個字嘅路程。返香港1個鐘左右時間。第二點呢，就係佢嘅規模啦，總佔地面積去到137萬方嘅，分5期開發，1、2期就已經係交付入住嘅狀態，可以見到入住率都好高，已經去到90%幾噶啦。3、4期係在售嘅單位，規模大呢，佢嘅生活同埋商業配套會更加齊全。對於業主嚟講，佢嘅居住體驗呢，肯定會更加方便嘅。第三點，對比翻普通住宅嚟講，佳景康城佢嘅交付標準同埋裝修風格會更加嘅高質素。咁而家跟住我鏡頭一齊睇下佢嘅實際情況啦。樓盤嘅一路之隔呢，就係公立嘅同德小學啦，同埋呢邊商業街可以見到咧，商業全部都已經開晒業嘅。咁呢啲細節呢，同業主嘅居住體驗係息息相關噶。入到嚟小區內部呢，可以見到佢嘅綠化率呢係38%嘅。園林設計各方面係真係俾咗心機，日常都有專人打理嘅。咁樓間距之間咧互相唔影響彼此嘅採光度，非常之唔錯噶。咁我哋而家喺15棟嘅其中一個在售單位啦。佳景康城之所以話係天花板，呢度有非常大嘅體驗啊！大家可以過嚟跟我睇下啲細節嘢。首先咧就係入戶大門咧係配埋咗電子鎖同埋實木大門嘅。廚房呢邊咧係預留咗冰箱位置，同埋連接一個生活露台。西門子嘅3件套啦，同埋淨水器全部都係交付就配齊晒嘅。嚟到客廳啦，可以見到全屋都係穿插咗呢個中央空調噶，連呢個電視位、電視嘅背景牆都已經係做好晒交付俾你噶。睇下房間入邊啦，每一間房佢都係冇嗰個飄窗去佔用你嘅實用空間嘅，呢度係非常實在啦。咁主人房呢度可以見到啦，非常之闊落，而且每一間房喺交付嗰時就已經黐好晒呢啲柔軟嘅牆紙俾你噶啦。樓盤目前在手咧，佢係4個單位嘅，分別係106、107嘅3房單位，同埋126、140方嘅4房單位。高品質住宅，佳景康城絕對值得你考慮啊！我係天佑，記得 call 我攞回佣啊！